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玩这个游戏，叫做国王帮帮忙。我们领取一下福利，还有礼包兑换码。福利可以免费領取50鑽石，還有這個基金，咁可以領取呢個免費版本嘅基金啦。仲有個手沖禮包，仲有呢個每日任務、日常任務、每週任務。咁郵箱嗰度有啲福利可以領取啦，仲有個專屬福利。有20張國王指令，仲有1萬金幣。咁可以儲存個進度啦，同埋嚟換一換啲禮包易換碼先。咁大家有嘅話都可以分享喺留言區。不存在，咁大家有存在嘅禮包碼都可以分享喺留言區。大家有可以使用的禮包兑換碼的話，都可以分享在留言區。大家有可以兑換的禮包兑換碼都可以分享在留言區。我們領取一下咁我哋領取一下啲掛機獎勵先。最多係12個鐘啦，最多可以掛機12小時。英雄招募，再嚟10次。好啦，咁今日做咗個20連抽招募，強化下啲裝備先。強化完裝備，繼續嚟升級下啲英雄。不過我比較鍾意用呢個弓箭手，同埋弓箭手比較好用。不過主要依家呢個射手嘅經驗唔夠，所以升級唔到。其他呢兩隻我麻麻鍾意用。商店。咁我哋而家嚟打第3章，我們現在來打第3章，第3關。招募下啲英雄先，咁我哋出怪啦。咁可以揀一個技能，我哋揀咗弓箭手嘅技能，因為我比較鍾意用弓箭手，所以揀咗弓箭手嘅技能。弓箭手同埋佢有個好處就係傷害比較高，同埋佢嘅範圍比較大，可以喺好遠距離已經可以攻擊。繼續出怪啦，唔好理咁多啦。而家冇弓箭手嘅技能，咁唯有揀紫色嗰個啦。
繼續出怪，唔理啦。都係冇弓箭手。咁呢度可以睇到傷害排行啦，都係弓箭手最高。竟然偷唔到弓箭手嘅技能，屌！呢度有廿三滴血喎，有排打。最後4滴血，我哋而家得返2800血，搞掂，都係得一個技能。
繼續出怪。竟然贏咗！咁我哋弓箭手已經傷害已經達到差唔多200K 啦。哇！死人，差唔多死咯。輸咗啦，咁今日短片就到呢度，今天短片就到這裡，拜拜咯。我們打到第7波，還差3波。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短片的話，點讚訂閱，拜拜。